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專業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何文田街，介紹呢件企理裝修嘅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名人花園高層 A 室，實用884尺。咁呢度有個露台，望翻何文田街。呢度裝修都好企理，咁呢度一間房、3間房嘅，呢一個入牆嘅衣櫃，咁啲房嘅 size 都好大，你睇下呢度第2間房，呢度一個客廁，咁呢度係1996年樓一座嘅啫，24伙，咁呢個主人房啦，有個套廁，呢度有個碌位擺櫃咯。咁啲間隔都好市正，哇！呢個廚房好大，3房1套，有埋個人房。哇！呢個個人房都好大。呢間連車位業主急走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歡迎隨時 call 我。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